呢一層直接篤穿咗現代婚姻嘅最大悲劇。現代人俾資本童話洗腦，硬係要逼呢一對僱主同埋員工喺辦公室入面瘋狂索取純愛。好多女性睇八字，見到官殺旺就以為有正緣，可以嫁到好老公。但係進入咗婚姻先至發現，呢一個男人對佢挑三挑四，要求佢做家務，用冷冰冰嘅規條壓迫佢，佢就會崩潰咁樣問：點解你唔愛我？淨係當我係工人？同樣，男人都喺度埋怨緊女人：點解你淨係想攞我啲錢，但係就唔肯對我溫柔順從？其實答案一早就寫好咗，因為你哋主動進入咗呢一間名為婚姻嘅公司，簽咗僱傭合約。女人攞咗男人嘅財，接受咗佢嘅官殺，但係就日日向僱主要求靈魂伴侶嘅真愛同埋自由，甚至以真愛為名唔去刷 KPI。但係女人唔記得咗，僱主要嘅係一個可以完成 KPI 嘅稱職合夥人，而唔係同你談戀愛。而男人亦都要明白，如果你淨係出咗買斷金，咁你得到嘅就係一個員工，而唔係一個愛人。所以睇八字問婚姻之前，先收起你嘅浪漫幻想，搞清楚你到底想問乜嘢，唔好再問對方係唔係我嘅真愛。你應該問嘅係：我嘅八字格局裝唔裝得落呢一個雀籠，同埋對方又係唔係一個稱職嘅合夥人？家庭嘅穩定從來都唔係愛情嘅勝利，而係兩位股東對呢一間名為家庭嘅公司展現咗最高級別嘅商業信用同埋合約精神。